这个速度往左边比较慢，速度往左边比较慢。这个做过了，然后要做新的了。大概速度多快比较适合？现在要贴上新的内容。诶？那么多字可以贴的，贴不上去耶，这还是原先的呢。可能太多了，字太多，贴不上去了。可能字太多，贴不上去了。大概多快，速度多快比较适合？你往左边越慢了，还要多快比较适合？制作成动画时间很久，用萤幕录影就好了。萤幕录影把它录起来就好。可以送上 YouTube， 然后再分享。它有播放清单的话，一个清单里面有各个